近日，擁有3800萬粉絲嘅美國網紅 ISOSpeed 中文昵稱甲亢哥嘅中國行上演咗無數經典嘅場面。甲亢哥一路驚嘆 Oh my God， 外國網民都喺評論區狂打 Amazing。等我哋一齊嚟回顧下甲亢哥中國行嘅有趣瞬間，睇睇呢位美國網紅點樣喺互聯網上掀起中國熱。3月24號，甲亢哥 ISOSpeed 開啟中國行，第一站選喺上海，並開啟咗長達6小時嘅全程無劇本直播。甲亢哥同中國粉絲喺一個公園裏面演唱咗歌手大張偉嘅名曲《陽光彩虹小白馬》，而佢此前對呢首歌嘅有趣翻唱，亦係令佢喺中國走紅嘅原因之一。根據報道，甲亢哥喺上海直播咗6個小時，吸引咗560萬人觀看，收穫咗上萬條留言。外國網民都感嘆呢個就係中國嘅樣子。有評論話6小時打破西方對中國所有嘅偏見，幾咁現代、先進、和平嘅國家。相關話題一度衝上咗微博嘅熱搜。3月26號，甲亢哥嚟到北京，身着花棉衲同中國粉絲互動。佢仲參觀咗故宮，登上長城，品嘗豆汁、爆肚等特色美食。唔少外國網友俾中國街景、文化、飲食震驚嘅同時，亦都遭受咗科技暴擊。原來甲亢哥坐高鐵嘅時候，直播信號竟然冇斷過。美國網友震驚咁表示：我喺難民嘅紐約地鐵裏面都睇唔到文字，你就喺中國時速350公里嘅高鐵上面 2K 直播都唔斷線。3月28號，甲亢哥現身河南登封少林寺，開啟佢嘅功夫學習之旅。喺學習少林棍嘅時候，俾棍打出咗痛苦面具。網民紛紛表示冇諗到甲亢哥係嚟真嘅。3月31號，甲亢哥又嚟到咗成都，喺呢度體驗咗具有成都特色嘅熊貓裝，跟住就俾一場川劇變面表演深深吸引。甲亢哥大聲讚嘆呢個技藝太神奇啦，超越咗我尖叫嘅極限。值得一提嘅係，佢喺成都體驗針灸同正骨嘅時候，醫生就澄清甲亢哥其實冇患上甲亢，只不過係直播風格誇張啫。4月1號，甲亢哥嚟到重慶體驗坐輕軌，到站嘅時候，佢激動咁喺車廂同站台之間跳嚟跳去。一位同車嘅女士用英語提醒佢呢個行為有啲危險，唔好教小朋友咁樣做。甲亢哥點頭並表示多謝提醒，此舉就得到咗網友嘅一眾好評。4月4號，甲亢哥現身香港，上午到訪時代廣場，更加親身體驗打小人，又去海洋公園探望大熊貓。佢表示呢個係佢第一次見到真實嘅大熊貓。除咗打卡玩樂，甲亢哥仲品嘗咗香港特色小食，並且喺廟街食到咗人生中第一碗蛇羹。佢就話蛇嘅味道其實都唔錯。佢又話蛇羹可能係香港最好嘅一味餸。4月5號，甲亢哥到達深圳進行直播。開播無耐之後，甲亢哥乘坐國產車仰望 U8 落河，進行乘車水上漂體驗。佢一連發出好幾個 Oh my God 感嘆。跟住甲亢哥又去咗深圳人才公園，同深圳以及美國嘅粉絲傾咗幾句之後，又體驗美團無人機送外賣嘅服務。一陣間之後，甲亢哥就收到佢點嘅快餐，見到外賣從天而降嘅佢都驚嘆不已。甲亢哥嘅直播鏡頭聚焦於普通人嘅生活細節，呢啲未經過修飾嘅畫面，等海外觀眾都意識到中國人都係熱愛美食、痴迷廣場舞嘅鮮活個體，真實同友善先係全世界都聽得明嘅語言。甲亢哥嘅直播係民間力量打破信息繭房嘅里程碑，等外界睇到咗一個有別於個別西方媒體精心構建嘅偏見濾鏡下嘅中國，睇到咗一個更真實、更有溫度、更有煙火氣嘅多元中國。